哦，今年台北加钱钱，哈哈，情况，呵呵呵，情况，嘿嘿，情况，今年台北。我现在讲开始在煮镜头啊！来，倒过来，举镜头哈！嘿嘿，情况，等我宣传大头，跟大家。好煮师傅一个，哦，大厨师的，你这好食的手抽的我过。啊，那放落，放落第二只落去吹啦，放落螺内底吹啦。那牛怎么设计安尼个几来层啊？放几来层啊？一间就几来100鸡啊？这牛哦，足进步的哦。一站就几来10鸡啊！哦，这牛啊，足进步的啦！有够进步的对，做这个软口啊，用爬选方式。哦，好棒哦！哦，一次就一层就100，一层77个。哦，一层就77。花贵啊，那个用高温蒸熟，蒸熟情况。大家辛苦啊！工作辛苦啊！没教了嘞。情况，前大家们辛苦了，为了国中成长营、国小成长营，辛苦准备哦，上庙饮食，先进的设备，哦，非常先进的设备啊！情况。